再来是国民党的前主席洪秀条得到党内的提名，要参选台南第6选区的立委，要来挑战到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即摆更加传出讲，这个政论节目的主持人潘文正，可能嘛代表喜乐岛联名出来选这区的立委。地方的人士就拍人凉咯，讲这个青甲会出接的选区，统独三强对战，可能会是全台湾上精彩的选区。 哎呀，龙姐啊，我来啦！伫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的话，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条代表国民党要加入台南第6选区的立委选战，挑战的人是伊。咱规定支持王定宇。 2016年立委选战内面冲破15万票，全国得票数上悬的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洪秀条的加入已经引起这个选区的战火，想不到即摆又搁听讲政论节目主持人潘文正可能会代表喜乐岛联名出征，甲王定宇、洪秀条对战。这应该是善心人士哦，看我失业多时，替我找工作吧。潘文正无讲明，喜乐岛联名主席罗仁贵讲，这一切拢也未确定。在我们还没有做这样的决议的事情，就大概。 都没有定案，也是一种传闻而已啦。是讲即摆若是潘文正真正代表喜乐岛联名参选王定宇，会面临被分票的危机。选举任何的势力参选，都会有一定的竞争跟拉扯。可能有这3人出来选，地方人士就讲，即摆统独伫遮开战，台南第6选区将变成全台湾上精彩的战区。